叫做望面巷啦。我昨日我入去啊，我入来面哇，两边开啊真侪望面花，啊拄我咧开，哇是香公公哦，哇吼，很有那种以前细汉时阵咧徛遐古厝的感觉，哈，相当亲切。好 ，AD 王珊珊继续为大家演奏一首，大家应该真熟悉了啊，《十面埋伏》知影无？这《十面埋伏》足好听哦，再来听看卖哦。好，琵琶曲《十面埋伏》送给乡亲们。哇！